早晨啊，我係阿 Sam，做運動嘅時間啦啊！健身室咧又係好多器材喎，今日我哋模擬咩咧？模擬划艇機做腰背脊，好唔好？嗱，偏前少少坐先 ，OK 嚇，兩隻腳咧就可以踏前一步，放喺地下，跟住伸直腰放鬆，兩隻手咧就喺前邊啦，可以揸住個划艇機啊，咁樣划咁樣 ，OK 咁嘅形式嚇。好嗱，手擺前面先嚇 ，OK， 直手啦，跟住變曲咯喎，虛變曲挺身。然後回翻去前邊變直手，跟住變曲，直手變曲，直手變曲 ，OK 嚇，拉啲嘢埋嚟咁樣，好似拉埋嚟嘅時候咧，順勢挺身啦嚇，記得喎嚇，咁樣做法，挺身 ，OK， 好，停一停先，好，條腰仲有㗎啦嚇，嗱兩隻腳咧分開少少，外八字，闊個凳腳 ，OK 嚇，跟住一隻手垂低。另一隻手咧，你可以撐住腳，手踭壓起咧，咁啊比較好少少啦。跟住側彎腰，然後好似拎嘢上嚟咁，隻手咧其實可以唔使喐嘅，即係咁樣喐，拎嘢上嚟，好似個膊頭戚起上嚟咁樣，係嘛？個身咧有少少擺動個身隻手咧模擬揸住嘢啦 ，OK 唔好真係揸重嘢啦我哋做側彎腰就得㗎啦 ，OK 如果你個手要喐咁樣抽上嚟，你會覺得自然啲咧，咁啊都尚且可以嘅，咁啊照做啦好，咁樣做法 OK 好得，好停一停，坐翻正先。好啦，對調交換手咯喎呢個手踭咧盡可能攞起壓起，咁你就可以借力撐住同埋會平衡啲嘅。呢個手垂低 OK 跟住少少側彎，好似斜咗膊頭落去咁樣，係咪？跟住就坐翻直，跟住再做咁個身係咪可以咁大幅度咧？咁唔使太大幅度你可以喐，但係唔使太大幅度，好似攞嘢上嚟咁樣，個膊頭好似鬆起、戚起咁都得嘅OK 嗱個身如果唔喐嘅話咧，咁淨係膊頭斜咧，咁都可以嘅好，俾多兩次先，我哋模擬攞起嘢上嚟咯，咁樣咯喎，係咪 ？OK 好得條腰會攰攰地啦，係咪？正常嘅好，我哋嚟收腳先好，做一下嘅伸展。嗱，兩隻手掂耳仔，跟住手踭壓起，鬆一鬆，跟住單邊鬆一鬆，到呢邊鬆一鬆。OK 咁我舒服晒啦，係咪呢啲舒緩動作咧，如果想做多啲嘅話咧，就重複再做多幾次啦好，暫時去到先聽朝我哋會繼續出片嘅，未訂閱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好，聽朝見。